哪写文书？这就正常哎呀，的啊。啊，若有啥物所在需要咱去写文书，咱就来写文书啊咯。。因为今日秀是音乐会啊，对着艺术家的尊重啊，内裤带你也好好，车米路你也穿我条。一个正式的场合内面，一定要有酒酒。你讲有酒酒，你无酒酒啊？你无酒酒嘛？你无酒你酒啊？无嘛？获得有啊，有啊。应该是金钟奖啦，系啦，会啦。哦，会啦，会去一个所在，伊的特产是啥物？咱就会当得到迄个特产的知识。譬如讲，菜头，系啊，有好食无？嘿嘿，这就要拍心肝。诶，啊，伊的过程我无讲你唔知。所以你爱看嘛，对你无看你怎会知？哎呀，咱不管是人家咧讲哦，咱爱咱的乡乡土，咱的家乡安怎安怎，啊，你想怎表现？家和万事兴，拢嘛兴啦。拢足兴的。来，连面咱来日日兴，食食油吧。哦，赞。嘿嘿嘿。